平安。平安。真欢喜伫天气寒冷中间，咱的心有火热来调紧咱的主，愿上帝平安稳定丰富，是落伫咱中间。请你甲你隔壁人讲，真欢喜看到你，愿上帝锁你。现在这边上帝多谢你，你的听是遮尔大。圣经讲讲，无论什么款的环境，无论什么款的因素，拢无法度来解决阮甲主你中间的听。是主你听阮才有法度称做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伫教会，阮会当称做兄弟姊妹，阮才会当自由自在来敬拜你。多谢你，阮要珍惜这款福气，因为一生上大福气就是会当安静伫主你面前来调紧你，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所以这时，我们恳求上帝你的灵，就充满伫阮中间，互阮真心拢会当对主你的话中来得到勉励，得到提醒，得到装备，互阮行生命的道路，会当更较充实，更较怎样来荣光主你的圣名。阮伫开始敬拜之前，当心伫你的面前，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圣名。伫今年，咱的总主题叫做做上帝好管家。我伫讲道中间礼拜来咱中间为这个题目，讲做上帝好管家，甲咱来做思考。毋知咱还会记得上帝怎样创造这个世界啊无？拢总6天的次序真简单，我阁甲咱复习一摆吼。第一天，上帝创造什么？上帝创造光，对无吼？伫黑暗混沌的世界，上帝创造光。第二天，上帝创造空气，有光嘛要有空气，人才会活。所以第二天创造空气。第三天，上帝将水甲这个陆地来分开，搁互陆地会当生出一个草啊、树啊、花枝树、蔬菜等等。第四天，上帝创造日月星辰，摆伫天顶照次序是来发光来照咱。第五天，上帝创造伫这个水内面，伫空中，在飞，也是伫水内面在受所有这生物第五天。第六天，有水中在受的，天顶在飞，陆地嘛要有这个这动物领受。所以第六天，上帝创造这个动物领受，然后创造咱人类所以你看，上帝将这个真水的环境、真水的世界创造了，才做咱人类。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你会发现讲上帝更较贴心上帝为咱人类创造一个什么？我甲称作讲神秘的后花园。上帝讲伫海地东海地的所在，伊起一座园，将人放伫内面，内面哇，我摕这花草和树木遐个果子讲好看好食。中文圣经讲各种的树从地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伫迄个这树所结的果子好看好食，但是伫这个园的中间，阁有这个分别好歹甲性命的树看到这个描写，毋知咱头头有一把真水的图无我看到这个描写，我就想起讲，罗斯牛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已经过往去伫生前的时阵，伊要伫台南一块湖北一块地规家一家地真无彩，已经卖去即马就不得了安尼3000平地伫较庄头无着，但是种足侪水果树逐项的水果拢有啦，你想着逐个拢我嘛足爱花，种足侪花，礼拜二就家己种的花摕去教堂伫遐插我感觉迄当阵甲无顺的熟识，转去的时阵上欢喜就是你要食酸果子拢有，甚至安尼手扭来，迄个稻担食莲藕食一果子感觉足幸福。你看咱伫世间，咱有即款的园咱就感觉足幸福。你感觉阿公阿我有够幸福无？你着比咱较幸福无人甲伊抢看咱两个人尔爱食啥，拢会使去食
但是上帝真趣味，伊讲啦，伊伫中佫放2丛树啊，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上帝甲伊交代讲，所有你拢会使食，干那喏，甲这2丛树啊的顶面的果子你袂使食，因为你食的是迄日你就会死。哇，这是真清楚的命令但是阿公甲夏娃有食，咱拢知影伊有食对吧？所以食了的时阵，上帝讲哇，你食这个无食这个树啊，这个分别好歹的树啊果子，所以你无守着我甲你约的命令，所以阿公夏娃就受赶出来天堂，罪嘛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咱就知影讲，因为2个人贪食，所付出的代价足大。这段故事我想咱在座每一个人从细汉到即仔，你拢真了解。总是干那食这丛分别好歹的树啊，就互互赶出去这个爱天堂，毋知咱的看法什么款？好像这个处罚太大吗？对不对？我捌听过有人安尼讲上帝你拢莫放迄2丛树仔就好啊，你安尼放迄2丛害人伫遐，佫人放了佫袂使食安尼你毋是要引诱人犯罪？好像把责任推给上帝你想这有道理啊无？上帝咱莫放迄2丛树仔，大概就无即个代志会发生。毋知咱敢有同意即个讲法？那我个人我是无同意。因为人足爱食嘞敢是安尼若好食的什物店较远你就走去敢毋是？较歹找你嘛找会着呢。尤其即摆有一个真好的老师叫做谷歌先生，你凊彩拍一个迄个要食到啥好食，哇，都拢甲你讲较远嘛有导航，你就甲你带到位去我毋知咱即附近，你知咱即附近有一个足好食的即个 pasta 意大利面，我袂使讲名，我讲名变咧甲宣传安尼但是我有一工，我嘛毋捌记，有一工我一个亲戚对外国转来咧，伊讲咱来去食意大利面，我讲伫倒位？伊讲倒伫这星光三月附近，安尼找哇！是一条巷仔呢，足不起眼的巷仔底呢，迄个店名嘛看袂介清楚结果一入讲2楼呢，毋但1楼，佫有楼骹，真看差不多坐要成百个结果阮入去食时结果客满，迄间店客满，讲怎么那么厉害这拢毋捌听过第一摆去食。当然是袂歹食，但是价钱真合理安尼所以就讲哇，那这厉害人好奇怪这店嘛不起眼伊这遮尔遮尔歹找所在，店里讲会客满，你就知讲讲莫放迄2丛树仔伫遐人就袂去食，我感觉这道理这种理由袂成立人足够找咧嘛，足爱食另外一种有个人讲上帝你就莫互人自由就好做机器人就好即摆咱台湾嘛开始有机器人出来，我昨刚我说要去买物件变好啦，我机器人伊讲你欢迎你跟我互动，他讲可以猜年龄我看了足趣味，我就足好奇，我嘛去甲试者讲猜我的年龄，我就爱换伊的手，我就爱搁看伊咱足乖拢照伊做安尼。上欢喜是以我年龄比我是一个真少年。你甲我看法，你讲，我知道了，你的年龄53岁。刚讲出，安尼我甲你买。你足了解人的心理叫较少年安尼机器人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要叫伊就是安怎你想你爱讲这机器人上帝若创造咱拢莫互你有自由意志，讲来叫你当就当，使就使这会使做，这袂使做，拢足清楚你就是乖乖去做，是毋是你要安尼？我想每一个人拢袂来咱知影人成做一个人，就是讲你有自由意志嘛，
上帝将这个自由意志放伫你内心，互你会使自由做决定。我感觉吼，上钦佩上帝就是讲哇，伊将这个自由意志放伫咱的内心哦，甚至有人会使反对伊呢。你感觉上帝心胸有够大？哦，上帝互咱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伫咱的心中，咱才真做真正的人。啊，这是一个足好的礼物呢，敢是安尼？但是问题是讲，你要怎样去使用这个礼物啦？上帝互你自由意志，啊，你要安怎去使用？咱知影过年中间上好的生意是啥物？过年当中，生意最兴旺的是什么？啊？刮乐吼，哦，抢什么乐透？我定有时看新闻，感觉咱台湾足趣味，虽讲无钱吼，但是你即摆过年中间，敢若签迄种刮乐透，2礼拜中间投资偌济，你感觉？60亿，60亿呢？你感觉有无钱意外吼？啊，这吼这电视足流呢，拢安尼4个一直甲你送货，你看，哦，遐搁钓着迄刮到100万，啊，无天着刮到100万，啊，买2张就100万，大家嘛讲有我啦，嘛来搁买2张啊，你看安尼2礼拜中间60个，哦，啊，若真正互你钓着乐透，哦，你看哦。南投咧，一注咧得2.1亿呢吼，马上变亿万富翁，迄是毋是足大礼物？啊，你知影吼，有史以来伫美国伊捌统计吼，当然毋是到今年吼，大概10年前因做一个统计，有钓着乐透的人吼，有好买的，足侪人拢有钓着乐透，啊有好买的几个互你用？只有2个，哦，有很好的结果只有2个，意外嘛。钱拢乌白开啦，甚至有人来去借啦，啊，甚至有透支，后来个哇，要买厝买啥物买车乌白车安尼吼，啊，这倒后来，说透支啦，因为乌白用嘛，不要去讲者，哦，所以礼物是真好，但是你若袂晓用，你就安怎反倒带来一个一个灾厄嘛。你看上帝，互即个阿当夏娃，是毋是足好礼物？上帝做你就是讲机器人呢，上帝讲互你有自由意志，啊，你会使做选择哦，啊，啥物你拢会使做，啊，你要安怎去做？叫做无上帝命令，所以看出来的。所以早起我用这段圣经以及约翰福音第8章，在咱想讲，要怎样去好好用自由啦？如何善用自由？哦，上帝互你遮尔好礼物，上帝来创造这水世界，互咱徛起。啊，创造咱人吼，一遮尔水花，哪互你自由意志？啊，结果你会了无好，则无彩。啊，吼，若赶做王受赶做爱莲园，啊，你搁伫遐，互做是即个世界。所以，对伫自由，咱要怎样来好好来使用？第一，我要甲咱想就是讲，不要乱用自由，毋通乌白去用自由啦，吼。伫即个咱台湾拄公布的时阵我听一个笑话足趣味的吼。台湾拄公布，咱知影咱在座若较中国，互日本人管了，好不容易哇，台湾光复了，迄当阵上顺来的口号就是讲，我们自由了，免被王管安尼吼，咱拢自由。啊，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阿伯啊，好去坐火车，去坐火车砸一个包袱仔去吼，好。看到迄有位啊，马上人家家己坐落去吼，佫共接一位啊，包袱嘛坐一位啊，吼，哇，佫请愈来愈侪人啊，坐到尾啊，足侪人无位好坐啊，就甲迄阿伯讲，阿伯啊，你拜托吼，把你的这包袱仔吼摕起来，互阮坐。阿伯讲啥爱摕？伊讲人遮客啊，你就爱摕起来啊，讲这是阮自由啊，我要甲包袱放遮就放遮好。我也毋知，大家嘛无法度啊，吼，咱行，火车行到一个所在，后壁拄要去便所，就走去便所，火车拄经过一个即个河吼，铁路拄铁轨拄经过即个河，边仔人马上来伊把包袱就夹落去，夹去外口，夹出去，人就拢甲坐落去安尼，伊转来讲，你若坐我位，我包袱
讲哈，恁若使甲我结掉，讲自由啊，我有自由啊，使甲结掉。你看吼，自由虽然你会使你做真侪代志，但是你若是无咧照规矩吼，你乌白用，真正吼，就会出代志。若害你嘛害人啊，吼，一台车哦，当然即个顶年要结束之前嘛，有一寡公司啊嘛，抽这大奖吼，这个会员抽奖，为了抽到车，足欢喜啊，敢毋是？但是一台车互你，你若袂晓守规矩，吼，你虽然伫大路会使你吼开了吼自由自在去行驶，但是你若超速，歹势你就去互罚单，吼，你若无遵守红青灯，你共款互抓着安怎？爱罚钱啊，吼。但是听讲吼，这红绿灯刚刚伫台国较好吼，出了台北以后就仅供参考了，所以咱看前一阵仔嘛，这个高雄捌出一个足大的车祸吼，一台车差不多要冲足紧吼，要抢迄个红灯吼，无咧顾红灯就开过，甲一台迄个超跑相撞。你会使你有真好的车，你会使你真好开，但是你无要守啊，无要守规矩啊，对无？当然会害着你嘛。咱知影开车嘛，有一个固定要开倒一边嘛，敢是安尼？咱当是开正边，澳洲开倒边吼。是咱知影以前有一个交通部长张丰旭吼，张丰旭这个先生做部长的时阵，交通部长的时阵，外国的迄个议员来甲问请问我们英国是开左边，你们在台湾是在开哪一边？伊讲我们在台湾两边都可以开，两边都在开，迄当阵足早以前大家无啥守规矩啊，乌白开安尼吼。你大家拢有车，你乌白开，当然会出代志啊。出代志害着家己嘛，害着别人。今仔日咱是何堂的礼拜，我嘛特别趁这个机会，甲在座一寡年轻人提醒今天少年人讲，我大汉啊。我自由了啊，我已经达到法定年龄了哈，我已经成人啊，我要做啥物，我有自由，你感觉安尼对毋对？当然你有自由，但是你若乱用自由，你讲我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真歹势，你咧做的代志呢，伤到你家己，特别若互你的爸母真伤心的时阵。请问你有善用你的自由吗？虽然你大汉我嘛家己赚钱啊，我会当做啥，但是你咧做的代志，若带来伤害你家己，搁互你的爸母伤心，我感觉迄叫做乱用自由无采你是已经成人，讲当大人，结果你是当无过，所以要善用自由，第一个就是讲咱毋通安怎，毋通去乱用啦第二我要甲咱讲，毋通乱用，你要好好用，就是讲爱知影去控制怎么去控制这个自由，这是真要紧的，这是真正厉害有标准，因为上帝予咱的自由，甲一般咱咧讲的自由是无共款的。今仔日咱特别读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6节我无搁来读一摆啦。这段圣经咧讲啥物？这段圣经主要。耶稣咧，甲遐个听伊教导的遮犹太人讲，你若遵守我的道就要互你得到自由。因遮个听人讲，无啦，阮都阿过人安尼好个啊，我若捌做过人的奴才哪会讲我无自由？但是耶稣讲啥物？耶稣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所有犯罪的，就是罪奴仆，奴仆袂通永远住伫厝里，囝才是永远住伫厝里。所以天父囝叫恁有自由，恁就有自由。即句话咧讲啥物？上帝予咱自由，毋是讲肉体失去互控制。这个犹太人因咧了解就讲，我若无互做奴才啊，所以我们身体是有自由的啊，阮要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但是耶稣讲无，我咧讲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你的心若有罪来你控制，你就无自由。看起来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你是丧失自由的。有这种情形啊无？有啦，有的人做一寡无好的代志对吧？偷鸡摸狗的事情虽然人毋知，
但是伊有自由啊无啦，讲弯钱、讲倒钱、讲骗钱，哎哟，拄到人就足紧张嘞吼。啊是讲伊去吸毒，对无？你看咱坐有咱有时看到讲，有一寡车祸吼发生，伊都食毒啊，人讲要拦截啊，讲要检查府啊，看到警察还袂拦截，伊就走，伊就走到哪啥嘞吼，走到哪飞嘞安尼吼，因为安怎心理犯罪嘛，无自由啊，犯罪甲你控制嘛。啊，另外一方面咱来讲，你袂晓控制这个自由，就是你叫罪甲你控制嘛。所以我们说你要善用自由，你就要会晓安怎好好去控制，要怎样去用这个自由吼。因为上帝互咱的自由，通过耶稣的教示讲，咱的自由是伫倒位？伫真理内面你有自由啦，在真理里面你有真正的自由。安尼即款的自由，甲一般讲的自由有共无？无共嘞，一般的自由，大家拢讲只有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我想做就做啊，管你管你啥物。但是咱的自由是讲伫真理顶面，啥物叫做真理？伫真理顶面的自由。举例来讲，这个鱼啊，咱拄仔有讲上帝的创造，鱼类就在哪里游？都在水里游啊！鱼啊水中游对无？用无咧，我哪会学这里教？我要来路呢啊！我要来去露营，我要走路啊！你若鱼啊要收起来路呢，免偌久你就冰冻嘛，你就死啊嘛！因为你就违背创造的即款的真理嘛。啊，一台火车，你固定就是行伫铁轨顶面，如果无，好，我要来甲超跑比赛，我要来努力开，连面嘛冰车，对吧？所以什么是真理顶面的自由？就是讲，伫上帝的教示顶面的自由啦。再叫我甲咱提醒吼，圣经有两则圣经真要紧吼，我互咱听，伫即个哥林多前书第8章18节至20节，伊讲。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咱做基督徒，咱有自由无？有啊，但是圣经甲咱讲啦，咱爱圣洁。所以你要知影，你的身躯是上帝的殿的，袂使凊彩你学白做。啊，社会人讲我要安怎就安怎啊！你看即摆社会，而且男女关系足乱的，真凊彩。咱基督徒会晓做嘛？咱会晓做嘛？但是咱会使做袂使呀，因为圣经来讲，你的身躯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保卫，当天甲你买转来，你就要好好伫你的身躯顶荣光上帝，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一段经我真爱圣经，可能都接触10章几个30，伊讲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基督徒你啥物代志，你无受犯罪，你会使做足侪代志，你要安怎做？但是有对人有造就无？对人有利益无？咱无宁可莫做。所以圣经有一个教示真趣味，讲你若有人跌倒，都要安怎甲你处罚？你若故意互人跌倒，爱安怎石磨啊，甲你拔断你的颔棍甲你弹落去水里，这真趣味哦。所以倒转来头前无所讲的，虽然你大汉，你有自由，但是你所做的，互你的厝内人伤心，互你的爸母跌倒，安尼你敢无好好控制你的自由？所以咱一个先后一个成熟的人，但讲上帝互咱有自由。你唔通去乱用，唔通呢，你要懂得去控制。落尾一项，我感觉上较要紧的，善用自由的最高级的表现就是讲，你要用你的自由啊，去荣光上帝啊。上帝，你有自由，唔是要来反对上帝，唔是要来互人艰苦，唔是要来互人跌倒，是要上帝迄个荣光。有一则圣经真要紧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我咧背圣经拢会用一个有时的10月30号以前，咱拢出席一个节日嘛。即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伊讲啥物？伊讲，所以你无论食，无论啉，无论做啥物，拢爱为着荣光上帝来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做基督徒，
足简单嘞，嘛足困难。你看这句话，你若放伫你内心，你心中就有一把尺啊。我什么都可以做，我要吃要啉，我随在，但是歹势你有缘跟上帝啊。是安怎咱来用上帝互咱的即个自由来用跟上帝？因为上帝，咱毋是上帝创造即个水的世界，互你家己，毋若互你有水的世界，佫互你有能力来管，你哪有法度享受你即摆所有一切？敢是安尼？咱人真骄傲咧，真趣味，嘛真奇怪咧。家己努力一吼，有一个成就了讲，这都是我的努力，这是我机会嘛，我足头咧。你真正敢有遮够？若无上帝互你一个好的环境，若无上帝互你有健康，互你有能力，你哪有可能有成就啊？无可能嘛，敢是安尼？迄较亲像讲一个囡仔，我即号就富二代真可惜，咱定讲富二代黑白开钱安尼吼。你想你若是讲，你若毋是出世伫一个真好的家庭，互你有真好的即个资源，甲你栽培，你哪有可能遐尔紧成功？敢是安尼？今仔日你看有个人，遮年轻就成功，出世的家庭好啊，对无？互你的家庭互你真好的资源，甲你栽培有足好的能力嘛，你毋则较紧会成功。当你成功了后，你敢毋免用当你的爸母？或者是讲无啊，你看我家己足头咧，你看我天生比别人聪明一等啊，我对，敢是安尼？无啦，咱伫成就了，咱要用当上帝。一个做囝儿查某囝，你有成就，一个好家庭，受栽培，有成就，你要用当你的爸母。咱做基督徒，你受祝福，你有真好的自由，咱都爱地方爱用当上帝。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上帝而行。要用当上帝是讲上帝遮尔爱人安怎？家婆婆踏踏吗？亲像讲咱用当咱的爸母讲要满足父母的虚荣吗？我想毋是啦，我想毋是。咱会晓用当咱的爸母，咱会晓用当上帝是安怎？上帝要互你搁较侪用当，上帝要互你搁较侪祝福，感谢你。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吼，我真敬佩大卫大卫王虽然伊捌犯过真大错误，但是伊有做真水的事呢。其中有一件，咱知影大卫王足想要甲要替上帝起圣殿，但是到落尾圣殿是啥人起好？所罗门伊准备足侪材料伊就是讲哇，上帝我听你，我要甲你起一个足好的圣殿。但是上帝讲，你的手沾满了多血腥你无适合互恁囝起。但是咱都乖乖嘞，伊就准备足侪遮上好的材料，后来伊所罗门王用手来起真好的圣殿。你看，伊知影安怎样咧用当上帝，怎样咧顺服上帝，上帝就遮尔大个祝福伫内面。我咧想，毋捌讲有人遐尔犯遐尔大个错误了后，圣经咧描写所有的讲哪一个是好王，哪一个是不好的王？你看《列王记》上下卷当中40个王，在讲什么是好的王？伊的标准就是讲他有没有做大卫所做的一切。你就知影讲哇。上帝带给偌大荣光，所以咱虽然有真侪自由，互咱会当去做，但是请你会记去做你所爱做的事。但是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一定要放在内心。无论你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咱既然有这个善良自由，我想。这个题目再给咱提醒讲，自由是一个足好的礼物。上帝互咱人类上好的礼物，但是上帝互咱这个自由有一个足大的前提，就是讲不要再被恶的奴仆、辖制的自由。毋好搁叫歹甲你辖制，意思就是讲，你毋好搁有罪甲你辖制。你若互你辖制的时阵，这个自由就真正自由啊。所以主耶稣才会约翰福音。真简单，甲遐人讲安怎，恁爱伫真理顶面有自由啦。咱做基督徒，你若知影，常常也是讲时时拢行伫上帝互咱的真理内面，
你要成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毋然呢，你所做一切拢无咱的上帝得到阳光。请三教下来祈祷。现在姊妹上帝多谢你，主啊，你创造阮人类是互阮遮尔大的福气，互阮有遮尔大的自由，会当用阮家己来做中心来决定，也要做啥物，做啥物，或者是无要做啥物。但是主啊，阮人常常误会，也做阮就安尼，阮是家己的主人。阮只要我们喜欢，什么都可以。其实主啊，伫圣经教是毋是安尼？你甲阮讲，阮爱记得，阮是伫真理顶面才有完全自由的人。所以，愿上帝你帮助阮，对你话中平白得到提醒。阮要好好把握上帝你予阮的自由，也要好好通过自由来做一切荣光主的代志。感谢基督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